各位兄姐平安。此时，请咱同心来敬拜上帝。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向救咱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请咱做伙吟诗来学到上帝。圣诗第4首。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对。
请咱去委员起立，咱来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讲，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请咱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7，伫圣经后壁，启用文第7，也就是诗篇19篇。我来启，请兄姐来，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用。启用文第7。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恁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一声，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过平。日头亲像神龙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真侪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侪无通指责的人。一声，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阿爸爸上帝，阮谦卑伫你的圣殿来祈祷，阮要感谢你，互阮的疫情嘛会当得到控制，慢慢会当收束。阮也要感谢你，互阮伫顶礼拜选出会市人的中酒，原因拢会当诚侪你动用的器皿，甲牧师同工，带阮往前跑走伫你爱阮行的道路顶面。主啊，阮嘛要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无意中的所犯的过失，求你保守阮，
互阮袂故意来犯罪，也无互罪恶来管辖阮。求你洗除阮的污秽，也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当阮要听主你的真理，求主感动阮的心，奋起阮的灵，也求你甲张忠龙牧师伫地，圣灵充满伫伊，互阮真正会当明白牧师所要教示阮福音的真理，也会当听入耳，阁有好的行为，跟对主的脚步来行。阮将一切的敬拜摆咧伫你的面前，愿阮的敬拜袂当诚侪芳芳的者，得到你的感染。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第10章第9节到17。我先用现代的台语新的本来共读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心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过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个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哪啊尼水？毋过，咱是所有的人，毋是所有的人拢顺坦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愿上帝的话会当诚侪咱的智慧甲帮助。即时弟兄小组要带咱来学到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诗观。生命的曙光，我这
愿一切水的歌声，诚侪芳芳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张忠龙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互人听捌基督的话”。将时间交。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第二遍来咱的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第一遍是咱的林牧师、姚生牧师，伊就任咱教会的牧师。今仔日第二遍来，我今仔日要来是我讨的，甲林牧师讨的，所以确定我才来报告。会知我甲阮牧师娘到位，哇！咱的教会已经充满活气，有人灵修，有人已经咧奉事，有伫款逐项物件，哇！足有活气的教会，真感谢主。咱拄则伫吟诗，足有气力。大气声伫吟以马内利嘛。真敬虔，伫讲上帝甲咱同在，实在是真水的教会，真感谢主。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对安尼，互咱的教会成做咱社区的祝福，佮互得救的人也拿加天。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听堂的爸。感谢你的福音传到伫宜兰这个所在，你嘛搁伫回家运动的时阵，阮南洋教会出世，伫遮定根伫即个社区的内面，做侪传福音的工作、服务的工作。愿我都感谢你，愿上帝互阮南洋教会。所做的工得到你的圣话，通将一切的方式宣告的工作归荣归互你。这时阵，阮要搁对上帝你家己的话来领受宝贵的信息。愿你的圣神甲阮同在，搁感动阮，互阮会当通过领受你的话来敬拜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真欢喜，咱做伙领受上帝的话。会知咱吴老师有将今仔日主题的经文读出来，咱来做伙看这个经文。这段圣经节开始，就将咱基督福音迄个上基本、非常重要的信息讲出来。就讲。无论什么人，若是宣认耶稣是主，相信上帝和耶稣对世人中国话，迄个人无论什么人，迄个人伊若有即款的个别有安尼相信，伊就得救。咱得救，毋是讲着爱守律法，毋是讲。咱得做偌济善事，嘛毋是讲咱得爱有领洗礼才会得救，就是宣认耶稣是主，相信上帝有互主耶稣对世人中国话，就得救了。咱要传福音，甲人分享耶稣基督，咱要。听人要服务人，咱决志要领洗礼。这领洗礼就是讲，我即摆
要一生做耶稣的门徒。即个洗礼是讲，我有感受到，我有领受到主耶稣伊的救恩，所以我要将我本身奉献予主耶稣。我要跟对伊的脚步，一生进入耶稣学校。即个耶稣学校无毕业的日子，就是咱一生做伊的门徒。咱做遮个代志，这是对耶稣基督救恩的回应。毋是讲我著爱安尼，我才会得救。是咱对主耶稣伊的牺牲，伊的救赎，所以咱安尼做来回应。圣经嘛有讲哦，讲上帝爱正人得救，达到人捌真理。上帝爱互愈侪人对信耶稣来得救，这是上帝的旨意。总是人得救了后，嘛着爱搁较捌真理，用咱一生做咱认捌真理规个过程。咱要互人信耶稣，嘛一定着爱对咱要传福音的对象，甲因讲出基督的话。咱要认捌真理，咱嘛着爱不时读圣经、查考圣经。基督的话，会当讲就是伫圣经新旧约圣经的内面。旧约圣经是咧准备耶稣，咧有标耶稣，伊要来到即世间，上帝通过伊来做救赎人类的工作，行迄个救恩的工作。新约圣经就是咧讲，当即摆耶稣来啊，上帝的囝耶稣伊来到世间，伊安怎伫完成，安怎伫实现上帝对人类、对全宇宙的拯救。新约伫甲咱讲，耶稣伊安怎实现伊的主权。不过咱若对基督的话，就是圣经，咱读毋捌，咱要安怎将圣经的话讲互人听？圣经原来是希伯来文、阿兰文和希腊文写起来，伊需要翻译做咱听有的话。圣经若翻译了好，咱就会当明白基督的话的意思，咱就搁较欢喜来查考。咱真自然嘛要将圣经内面的话讲互别人听。咱伫遮咧讲基督的话，即个基督的话，即字话，即个话嘛是伫圣经有两字话啦吼，一个是道理，吼，一个是道理，一个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到即个话，即个话嘛会当翻译做道理。毋过还佫一个意思，就是咱普通咧讲金句，一句一句，吼，伊甲另外迄个道同义字，同意思，不过特别咧讲一句一句。咱逐礼拜日拢有咧读金句，对毋对？吼，就是迄个金句，吼，迄个金句。阮会伫翻译圣经，阮会伫翻译圣经，有人毋是讲有人哪掠，一般咱台湾人就是讲翻译圣经迄个经典，就爱翻译人听无啦，人读无啦。
啊，安尼才有迄个神秘感，吼、啊，安尼毋知有讲号做神，有成迄个神明的话，啊有成伟人的话，总是圣经，这是毋是犹太人真无相相款？啊，但是可能我目起来看，啊毋知免啦，我就高调。还是真侪台湾人咧讲迄个经典吼，都互人读无啦。安尼才有神秘感，安尼才是成神明的话，还是讲伟人的话，总是犹太人无共款。对圣经，犹太人就是讲，这上帝启示的话吼，都爱所有的人拢听有。都爱互逐个人捌，安尼，毋才会当捌上帝旨意，啊，佮照上帝所爱来生活来行。所以民族的看法足无相像，啊，咱嘛对安尼会当发现讲，迄个教育的形态，甚至政治的形态，嘛受影响。上帝话，就是要互所有的人拢听有。比方，伫旧约的中间，先知所领受上帝的启示，伊都爱讲出来，互人听有。啊，律法的册内面的话，拢都爱讲出来，互所有的人民拢听有。现袂伫所有的人拢捌。咱知影迄个时代文盲足侪，讲捌字的是足少。所以因就是爱人直捌、直听有，安尼会通顺探上帝旨。到新约，上帝话包括旧约啊，后来关系主耶稣伊的教示，也是伊伫倒位做甚物代志，也是使徒的批信等等，伫教会宣读，互大家听有，大家听有，啊。咱想讲即款的情形，无论是旧约、律法的册、先知的册等等，敢会讲用啊足深的，互人听无？毋是安尼。啊，伫新约，包括遐个批信伫写的，拢是逐个听有。啊，特别迄个新约圣经用的希腊语，迄是。平常时伫会话的话，咱普通是啊，在讲敢会忽然间补迄个文言文，互人听无，啊，表示讲我学问足悬的。啊，我安尼伫讲，新约圣经迄个罗马字吼，是菜市仔话啦，菜市仔话。所以上帝毋是要安尼叫我咧足神秘，恁拢毋捌，恁拢听无，吼，毋是迄款。就是大家拢来捌我，来亲近我。所以这个语言，就咱翻译出来，啊，毋是讲翻译一遍就好啊。咱亲像讲，咱台湾话，还是讲下门音的字典，这是1933新旧约的圣经是翻译出来。咱想讲1933，啊，到即马几年啊？啊，和合本的圣经是1919民国8年翻译出来。啊，咱袂当讲，啊，都已经有中文的圣经，有罗马字的圣经，安尼他着搁翻译。哎呀，语言是流动的哦，语言是流动的。啊，即摆安尼常常在流行个，你带给我，我带给你，啊，互相乱来乱去吼。啊，真像这语言是会改变，啊，有流动的，所以咱圣经一定爱定在翻译。那安尼，圣经它本身嘛是伫改变、伫进步，特别亲像考古学的物件，啊，有一寡较早圣经的草本，伫倒位佫发现？啊，是讲对这个
考古的物件，咱搁较会当知影讲，2000年前、3000年前，迄个社会背景是啥物款？啊，偏偏对原文，哎呀，即马嘛有对原文有新的理解，所以教会一段时间了后，就是爱去重再翻译圣经。真毋望咱台湾话的圣经，莫讲亲像巴克迄个罗马字安尼，1933到即马，经过遮尔侪年才要翻译，咱真毋望过几十年啊，随时就会当搁翻译新的。那24年前，我受咱总会派来担任即个现代台语译本，来担任主委即个工作，所以对头到尾我拢有参与。我想讲，要真简单，甲咱分享伫翻译过程的中间，咱的翻译小组是偌尔用心伫翻译，伫翻译的是偌年有吼啊！咱一项一项来分享。伫翻译圣经，第一项所要追求的，就是有忠实伫原文啊无，有忠实伫原文啊无。咱马太福音24章28节，啊个罗马8章22节，这内面有咧讲到末期，就是讲时代的终局会有战争、有饥荒、有地动，遮个拢是灾难。拢是灾难的起头。啊，中文的圣经讲灾难，嘛会当翻译做生产之苦。啊，伫罗马书遐，咧讲全世界还未得到完全的拯救，全世界还未得救，所以有咧讨愧。安怎咧讨愧？因为还未得救，所以真痛苦，充满苦痛。啊，安尼翻译，咱毋知会当体会迄个苦痛苦是啥物意思？啊，圣经的原文，啊，迄阵阮翻译做，因为阮小组台语生干那查甫的啦吼，干那查甫的，啊，当这要安怎翻译啊？啊，就甲翻译讲阵痛，因为中文是安尼写阵痛。啊，台中民族咯教会有就张了，我什物阵痛？是催准啦，负责人要生产，一阵一阵痛疼。啊，得讲，咱伫即世间，时代结束会拄着真大的艰苦，亲像妈妈特别生红婴仔啊！全世界拢还未得到救，所以即个世间有侪的艰苦，即个艰苦亲像负责人要生产，这是催准啊！无得甲即摆有人听着我催准听无呢？我讲阵痛听较有，不过即字即个话，咱着爱留落来，保守留落来，所以用即个催准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负责人妈妈要生红婴仔，迄个一阵迄款的苦痛啊。但第二项，你讲照原文翻译，啊，毋得爱互我听有。啊，佮迄个意思有表达出来，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毋就敢若字面上安尼翻译出来哪定，内面的意思是啥物？所以咱讲到第二个目标，咱就会想讲，啊，啥物叫做忠实的原文？有人伫讲吼，伫翻译圣经，也是讲经典吼，啊，着爱圣经第一字安怎？
第二字安怎？啊，你翻译出来嘛，着爱照迄个字安尼排。啊，圣经的话句，吼，迄个话句是安怎排？所以第一句安尼翻译，第二句嘛，着照安尼翻译，第三句照安尼翻译。啊，咱想想看嘛，安尼听有啊，听无啦。啊，有人讲，啊，圣经即字吼，拢着伫逐所在拢着甲翻译相像，拢着甲翻译相像。咱中间，逐个人拢有经验咧查字典，英语的字典是毋是？有当时啊，字典编落去到着煞规个火去呢，是安怎？迄个单字来甲显起来讲，哎哟，遮侪意思。啊，但是即个所在爱用对一个意思。就像安尼在翻译圣经，咱袂当讲原文即字，则翻译安尼，后壁嘛拢着爱翻译安尼。原文一字有足侪意思。啊，所以伫咧翻译的时阵，着爱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啊，用咱迄个文句的构造，咱甲翻译出来，安尼才是安尼人听有啦，吼，啊，所以咱的圣经即马现代台语译本，我请问，旧的翻译哦。讲一张，要去迄个会幕，啊有几张，啊一张是偌长？一张是偌长？一张就是对遮到遮，吼。啊，你较大汉，我较细汉，啊偏偏一张，啊，什物叫做峨眉呢？啊，什物叫做他连德？咱即马无安尼用，咱拢甲换做。讲笑、讲紧、讲声，啊，咱听有。啊，圣经原文有诶所在，伊可能较侪拢是爱翻译做公义，毋过一部分诶圣经节爱翻译做自卑。哦，这就真麻烦啊呢。咱所理解公义含自卑，迄意思差足侪哦。毋过伊就是安尼。所以伫翻译的时阵，爱注意即款的美感。咱常常咧讲，耶稣是道成肉体，道成肉体，什么做肉体？即个肉体，伊是伫指讲软弱的人，会死的人。耶稣基督成做人，伊嘛是甲咱相相款有血爱软弱，所以。上帝成做人，道成做人，咱无搁翻译做道成做肉体。伊圣经的原文就是咧指人，有软弱的人，会死的人，耶稣成做人。啊，有时阵咱会想讲啊，肉体是歹，其实伫圣经的内面，较毋是咧两元论，是整体的人。别日啊，咱得救，咱肉体嘛要搁活呢。咱毋是讲灵魂上天啊，肉体休烂，毋是哦。咱是规个生命，不过咱迄个肉体是要变做灵体，变做灵体。咱看主耶稣搁活了后，伊甲问道讲有物件通食无？有食的物件无？哦，伊是超时空，哦，伊。门徒在惊人来掠，啊！伫厝内大家求做伙，忽然间耶稣入来。迄个灵体是灵体，迄毋是灵魂哦，毋是人讲较歹听，毋是魔神走入来哦，毋是哦，迄是灵体。啊！伊甲多马讲来，你来摸，佫会摸一咯。所以这是足奥秘。即个灵体毋是咱。想象会到，别日啊，咱高啊，包括咱的肉体用高啊，吼啊，就是这整体的得救。伫圣经的内面会读到真侪名，伫诗篇75篇第1节，
咱翻译讲，你的名金金，你的名三金。啊，名是啥物？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向耶稣基督的名。哦，啊，是毋是？我吸一个囡仔，啊，做耶稣啊，我祈祷啥物啊？耶稣我看印耶稣背书，啊，伊拢要照我的祈求，拢甲我完成。迄个名是啥物？名，咱听到一个人，咱听到一个名，咱熟悉的名，哦，咱头壳内随时会浮出来。哦，伊是落的，还是下，还是项链的，还是人扁扁的？那安尼，咱随时会想，哦，这个人的性格安怎？这个人的品德安怎？所以名就是咧指人，包括伊的特性，伊的性质什么款，伊有什么款的特质，哦，这个名。所以咱即马伫翻译，咧讲，上帝你的名三金，你的名金金，你的名其实就是咧指上帝，就是咧指上帝。所以咱的翻译就是讲，上帝，你伫我的身躯边，你伫我的身躯边，你的名金金，你含我即马。三金，你伫我身躯边。咱即马伫翻译，嘛会注意着，啊，这是我的经验。咱伫教会上说，啊，咱三甲来祈祷，是毋是？三甲，啊，三甲什么意思？做伙嘛，吼，啊，安尼，以前一个。无道友吼，后来领洗礼啊，真水的家庭。啊，咱的刘牧师知高一军吼，高一军，安尼，甲叫去边仔，我牧师，现在咱祈祷都爱三角啦，我听无咧，祈祷都爱三角三角形的，就是安尼。所以，阮伫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从即个伫教会即个经验，咱毋通阁讲三角啊啦。三角，我对迄阵开始，我嘛就无搁讲三角，拢讲做伙。啊，伫咱的翻译内面，有当时啊翻译做伙，有当时啊翻译做斗阵，吼、有即款的翻译。啊，即马伫敢若教会人，拢有讲治水，治水是啥物意思？治水。啊，是甚物人啦，啥人啦？所以即摆翻译，安尼人才听有啦吼，人才听有。那第三项，咱所得追求的就是爱文雅，爱文雅，爱有雅气。不过，咱的圣经有足济，无论中文的圣经，还是咱台湾的圣经，下门音的圣经，咱有足济青梅、臭耳的。摆开、开开，啊，萝卜、百姓，即马无用遮个话，即拢有歧视性的歧视。所以咱就讲，目睭无看，失明、盲人，哦，即种描述啦，即种看到伊安尼做描述。啊，咱无过臭耳吼，我即马重听吼。我都臭耳啦，所以恁咧讲啥我拢听无。这臭耳，咱即马讲耳孔听无，也袂当听的人。青梅，哦，咱头拄有讲过，啊有臭耳，摆骹，迄个摆骹，咱无安尼用，咱用骹摆，这是描述性。伊想要他摆一个。因为伊的鞋仔内面有一粒细粒石头走入去啦，所以行了会点啊，拜咧安尼。哦，咱不管伊安怎，就是看到拜一个，咱讲骹拜，迄个骹拜。啊，咱特别是讲百姓，足普通的。即马咱的译本无安尼翻译，人民，
咱才会讲百姓他有啥物轻视？咱会讲老人民无，戆人民有无？啊，毋过无论中文还是咱台湾话，老百姓、戆百姓，即款着你甲斗百姓落，会当斗戆，毋捌字的，还是等等，人民着袂当安尼斗哦。所以咱即马无用百姓，咱是用人民。当然有当时啊，真特别的情景啊，譬如讲，我对上帝伫祈祷、伫祷跪，上帝，我是一个青面的人，青面伫讲家己，是有当时啊，先知真受气哦，我对上帝的子民无要顺趁上帝的话，先知真受气，伊会讲上帝，你的百姓这有特别的情景，毋过一般咱就是无安尼伫用。所以伫讲文雅，咱着爱先想着讲，咱平常时圣经翻译的用词，咱还袂解译的时阵是安怎伫用。伫讲文雅，咱嘛爱注意，伫圣经伫使徒写批，爱咧讲，着用迄个圣的三针，互相请安，三请安，圣的三针。圣的三针什么意思？迄个三针，咱即马伫电视都会当看到就是浸喙皮，还是喙皮安尼相有，真亲密的朋友，真好的朋友安尼。毋是夫妇迄款的相针，毋是安尼男女情情迄款的相针，这拢是三见面互相请安，所以咱翻译做，着爱亲切三请安。若有诶教会讲，照旧诶翻译，照圣诶三针，安尼牧师命令，圣经安尼写，所以咱大家爱三针。大家看，安尼变咧教地性骚扰哦。所以咱诶翻译嘛真注意遮个物件。所以伫讲迄个雅气爱文雅，可能含咱所伫想的是无共款。伫圣经无论新旧约，无论新旧约，拢着是用即款真平常的话。咱毋是讲翻译了人听无，安尼真文雅安尼含生活脱离关系，咱着会记住。无论是旧约时代，特别是新约时代，咱干若讲新约时代就好。新约时代，基督徒原来拢是下阶层的人，真善食，做人的奴隶。咱袂当讲感谢上帝，祝福所有信耶稣的人，即摆足有钱的，拢册读足悬的，所以咱圣经翻甲人听无袂要紧。咱基督徒上帝祝福咱听拢有，咱袂当安尼讲，咱颠倒着爱认同。讲较粗俗的是上帝的话是要互3996的人听有，所以咱新的翻译，当然咱伫用词会真注意，不过咱毋是讲甲迄落上流阶级的人因伫用的。也是安尼讲甲正清，咱的翻译有注意到即款的所在。以上咱分享到的，咱伫追求三项，这其实就是中文所咧讲信达雅，这翻译的原则。毋过还佫一项，传神、传
传承是啥物意思？咱的目标就是讲，互即马读即个译本、听即个译本的人，会领受、会感受，亲像新旧约圣经迄个时代，因伫听上帝话的理解、感受安尼。咱的感受会当亲像古早遐个人的感受安尼共款。哇，讲较简单啦，讲较简单，毋过实在是一个足大的挑战。有一面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伊要去大马士革，旧的翻译是大马色。大马士革要去掠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迄个时阵还阁无基督徒即个名。到路中忽然间足大个甲召一个怎跋倒，内面有一个声，讲扫罗扫罗，你啥事困着我？哦，啥事？社会人毋知安尼讲，困着，哦，这嘛真深嘞吼，扫罗就讲：先生啊，你是啥物人？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哦，困着佮走出来。迄个声过来讲：你咧甲我困着，那亲是你吼用你骹踢刺是恶，你用骹踢刺是恶。哇，愈讲是愈深安尼。原来这就是希腊的俗语啦。希腊的俗语，你讲一个人，你若反抗神明，你是家己遮祸端。这就是犹太人因迄个牛啦、马，因无要听主人的话，咱伫赶牛，咱会用迄个钉条吼，总是因较无相像，因有时阵会用刺棍，迄个。棍仔会钉啊，还是有迄个刺的物件会甲困咧。亲像牛伊无欢喜，会踢刺棍，踢落去到底结果伤害着家己。是马啊，伊无爱拖车，毋过马车的头前下骹有一个刺棍，马啊会踢，我无爱拖，我会踢，骹就连倒受伤。这是因对希腊落来，到犹太人因的俗语。咱的烦恼是讲，你是安怎在迫害我？你安尼做，亲像用拳头母在争石狮，家己讨皮疼。哦，咱随时会当体会。以前有一位姊妹。江主席吼，恁做落教会的一位姊妹，有一个人要来对耶稣，伊甲耶稣讲吼，讲老师啊，听候我倒来埋葬阮老爸，埋葬了，我就来对你。这个姊妹甲讲，我耶稣遐严，爸爸死，要去埋葬，安尼也袂使。耶稣也无欢喜，基督徒安尼，这个五伦五伦都有问题啊！哎呀，这就是教义翻译啦，这是犹太人的俗语，听下我倒来埋葬我的老爸，等于咱台湾话在讲啥？听下阮是大人百岁年老，少年人毋知听有无？耶稣啊，耶稣先生啊，我欢喜来做你的门徒。不过我着爱奉养我的是大人啦。我爱甲奉养，奉养了有一日又过身，我甲安葬了伊的后事，我搁甲处理了，我才来对你啦。这个意思，咱有甲翻译出来。不过亲像他拄扫罗，伊所听到的话。争石狮迄个代志，佮即马在讲百岁年老即个代志，咱
伫翻译的下面，拢会个注文，即注明讲原文直译是啥物？原文直译是啥物？两位兄弟姊妹，24档，即个译本是全部由咱台湾人翻译，这是新约副四篇经言，新约副四篇经言中台语汉字，毋是中文哦，台语汉字边仔是罗马字，佮一条足水的呢，一条足水。这个译本忠实伫原文，毋过无互原文的字眼，也是迄个话句的一字无绑条咧，是用咱台湾话，咱的文句，咱的语法来翻译，佮将原文内涵的意思，甲伊翻译出来。会当讲，即马即个现代台语译本是用正港的台湾话来甲翻译，要互咱即马读着，即马听着，咱会当亲像圣经时代的人会感受。真毋望咱读即马现代台语译本，小可会当感受着。咱的上帝也伫讲台湾话哦，佫是正港的台湾话。亲爱兄弟姊妹，希望咱每一位，咱有家己属家己，咱家己的现代台语译本，咱欢喜来读，欢喜来查考，咱会当受感动，嘛用内面的话，即个金句。欢喜甲人讲，真毋望咱用咱台湾的白母话，嘛对全体的同胞来讲起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上帝话。愿上帝圣化这个译本，诚做台湾教会，诚做所有台湾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听大家天父，愿感谢你，你互阮。台湾人真早就有圣经，但阮即马嘛对你领受感动，甲引带，阮新的译本两边就要出版。上帝，阮感谢你，愿阮所做的工作，荣光归伫你，嘛互阮全台湾得到你的祝福，互阮台湾人意爱你的话，意爱亲近你。对安尼，互你的名得到高举，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我简单介绍，即马新旧约圣经11月底要出版，上万寄到咱的手中，也是咱的教会，上万，就是讲年底以前，咱拢会当收到吼。请咱期待咱即马到即个月底哦，咱即个月底，咱是72折吼，安尼毋望咱赶紧登记吼，赴月底安尼，好，感谢主。好，即时请咱同心，咱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93首，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第一摆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只是请双方的路人姐妹来吧。那王监会，请双方的王监会。奉献的诗。即是咱同齐来吟，来读今仔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罗马书第10章17节。罗马书10章17节，因为真短，所以咱念2解。好，来，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搁一摆，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好，咱只是来报告。下礼拜的事项，也是咱的出席的，拢请咱家己过目。吼，那咱来看报告的事项。要报告进前，咱有今日新来。好像我没有看到有今天新来的哈，不然咱来看，这礼拜报告事项。第一点，今仔日是谱写圣经的纪念主日，感谢张忠龙牧师代表台湾圣经公会来到咱分享请安，感谢你，好，来请安报告甲正道，请咱兄姐为着台湾圣经公会圣经的繁荣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礼拜后
要调开中级会甲小会，请中级准备来参加。第二项，10月24日小会公告，2022年到2025年，也为明年开始，4年，咱的长老是庄芳梅、曾正光、曾碧光、张淑芬、冯玲慧；执事是刘佩瑜、方美珍、吴承安、李恩心、陈文兰、曾建民、简秀梅、魏章训，不重要，有2名。所以明年2022年，咱教会第2长老是冯玲慧甲庄芳梅2位长老。11月14要召开第2摆临时和会，会员和会要选不足的迄2位执事，吼。今日已经公告，请人家己去看。然后要伫12月2日，就有新的中级的就任。好，第3点，社青团契2022年的冬工，会长是魏章训，副会长吴承安，灵修阮玲雅，会计邓依云，音乐是廖丽云。第4点，少年团契2022年冬工，会长是陈丽淑，副会长是李淑慧，会计是林泽熙。第5点，请咱各团契还是小组甲单位，伫今仔日按办公室来汇报恁明年度的冬工改选的结果。第6点，后礼拜是台湾新航院的奉献主日，航院就派咱即马伫咱遮即个林正中神学生要来请安报告甲证道，请咱嘛为咱本宗的新学教育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6点，没有第7点嘛，吼。第7点，11月14礼拜日迄日，教会年度的查账，请各团契准备今年度1月到10月，因为咱今仔即马到10月尔，吼，1月到10月完事的收支凭证、现金簿仔甲分类账，交互郑美珍长老跟黄美珍姐妹。第8点，11月14，咱是和堂，那一天是和堂，因为要选不足的2位执事，吼内底有为着鼓励咱的信徒会当阁有较侪会回应上帝的召命，所以咱家己有念过，这咱已经拢有讲过，有看，请咱家己过目。第9点，圣诞歌开放互兄弟来登记，你若要送你的亲友，有2种，你会当选择。第1种是教会公布伊的圣诞歌，每盒是2块，来每克仔是25块，你伫今仔日以前就爱干事来登记。第2种是圣诞的红片糕，有2种的口味，红豆仔甲土豆，每一个是23块，也更干事来登记。12月初10以前截止。2种的物件拢会伫12月17号会当寄到遮，吼。各月咱来看具体的消息。第1点，台湾圣经公会所发行的现代台语新旧约圣经要伫年底，来出版。截止是到今仔日到今仔日就是头几啊。张忠荣牧师，他又是主委，他刚刚有讲他是翻译的主委，哈，然后到今仔日是月底，会当优惠价是72折，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怎么写72到74，所以应该是72折，就是72折。刚才牧师讲72折，11月初一起到12月底的时，就变成8折，所以若有要爱。请你今仔日就较紧登记，是72折，好。第2点，11月初1到初2，
要伫福隆的芙蓉大饭店7000中会团队部举行牧师团队师的在职训练，咱牧师要前往参加。第3点，11月7日，拜3还有16，70跟162个梯次，新庄松联部举办宜兰生态灵修之旅，详情请洽松联团契王娟慧会长。不过刚才我是不是有稍微有听到你说已经没有办法参加？好，所以嘿，因为因迄已经满啊，所以就无，咱也袂着为着家己教会，家己教会举办好。第4点，11月20，要伫中心文创园区举行宜兰县的祈祷早餐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无用餐，就是发便当。嘛是有开放线上的同步直播。第5点，11月28，礼拜日会到时，伫宜兰教会下昼2点到5点，伫宜兰教会有南洋区会举行的信徒座集会，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加。你若有趣味的时，你会当去听王荣义牧师伊讲的情绪。你的情绪的问题，灵魂的呐喊，还是爱我，请不要勒索我，蛮不错的题目哈，咱会当去参加。好，台岛的事项，请咱家己看。这礼拜牧会函并附上祷告的代价。下面注意的事项，请咱拢家己搁再看，咱逐礼拜拢咧讲啦。顶礼拜聚会出席奉献报告嘛，请咱家己过目。若是有订单，你搭甲干事来订正。好，请牧师。来，这平安。第一大先代表教会来张忠良牧师谢谢来到咱中间来分享上帝的信息，咱感谢你。搁一摆提醒吼，因为定定拢会有会友讲，我哪会拢毋知吼？咱周报其实拢看甲足清楚的，所以搁一摆提醒，今仔日有2项代志，拢伫咧今仔日截止吼，就是迄个圣诞歌的第一项迄个教会公报社的迄个圣诞歌是到今仔日截止吼，所以若有要订教会公报的即个圣诞歌，请会记今仔日一定爱登记。过来就是咱迄个圣经公会，即摆即个现代台语新旧约的即个圣经。头拄有讲过吼，是安怎敢若到迄个有7.2则甲7.4则的差别吼。因为迄个包装会无共款啦，伊内底有总共有3个迄个款式吼，有一般咱即摆伫咧招待道遐有一个试读本吼，试读本就是一个就是青